有人。喂，哎，老板，买菜啊？喂，买菜啊？哎，老板，你看我这个五花肉多好啊！今天刚杀了个800斤，这菜又瘦又甜，我帮你称一下。哎呀，又是发财的一天。哎，老板，4斤，52块钱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卖猪肉还带算命的？你讲这种不发财的话，我算什么命啊？不算命？你怎么知道我要五花肉？再说了，我又没说买。你不买菜，你难道你是看我表演啊？能买？哎，扫码。那还差喂，哎，年轻人，50个是2位数，你怎么只少了一个5啊？哦，我刚点快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少个2给你。过去了。好，这还差不多。那个慢走啊。哎，好的，老板发财。哎，今天总是发财的一天了吧？早上